台湾的企业日本思维就該要發展。其次，對日本人來講，係生活當中天常愛用到嘅東西。1927年，喺台灣始終技術成功，下後路推廣喺銅鑼來做。民國40年過後，連玻璃也有做，發展到今就下冇100年。也下將傳到龍南瓷器公司還有睇做，也就係講龍南見證嘅台灣天然氣也將入嘅對幸福都蠻係嘅高層。龍南天然氣嘅博物館館長錢玉富為到一下台灣天然氣嘅發展嘅歷史，按多年來盧昌記嘅文史學者用嘅來介紹文物同資料，以老太錢玉面負責青衣創作韓國切雕嘅創作。每屯起來提高到藝術的層次，其後也兩兄弟的故事，就做得講起台灣天然氣歷史的縮影。你要了解他哦，才有辦法跟他相處。一一度，一度都要打做較少，一度就開始。日本會各3度。其實台灣日本也是各2度啦。對啊，台灣家呢哦，較人做較淡薄啦，做各1度安尼。我爸45年間呢哦，都有個人都從那開始做起的，都好好時間呢，我爸做種樹的啊，然後時間做買賣呀，要講做起的啊。然後就做一個很多練氣的，講關於講精緻氣啊，也講練氣啊，行業就講做起來啊，好容易就講做菜啦，其實天然氣呢哦，佢水太差別啦，對樹樣割下來啊，割下來時間呢哦，佢氣的黏地度方啊，有幾個成分，所以都有酵素啦，氣分呀對吧？其實係運用空氣中的水分啊，來個樣活性化，來促進乾燥，所以落水田剛會走啊。最開始的時間呢，仲係有個人手工啦。其實都係民國2年就開始做了，但是佢做木箱，佢要用到一個切，跟阿爸是都沒有去做一個木材啊，跟阿個阿伯啊，其實可能阿爸記性又好，口才又好啊，其實講向阿嚟做一個生切。到民國50年間呢。我爸阿妹啊，本來都是辦下來啊，起來就開始割的啊。
嗰段時間呢，又讀到一個很多民國48年啊，設的家私動貨，個好品質冇保持到良好安尼啦。而個日本人呢，就冇去同台灣買啊。好品質各用3年，譬如講，俺出去的呢，出日本啊，一噸呢哦，出人桶的啊，要裝25公斤的啊。主要個25公斤半公斤，個半公斤免費的冇錢的呢。你看要怎啊？哦，这个这样。要怎？我爸個呢，其實起下糧嘛，所以糧食主要就糧食。其他糧食呢，特別64度啊以上的，就講有糧食啊。哦，你看人個馬骨頭伊，伊就安心啊呢。然后等干了之后，模糊的这种然后修过，Q 起来修过。所以日本很重视这个打底的问题。你做高级的东西哦，底一定要打得好。哦，漆雕很简单哦，你漆要漆的厚度够，然后再雕。一般明草的厚度是1公分厚，100整是0.2公分了，1公分厚要漆500整了。我是觉得我做这个以后会留很长的东西啊，这个可以放很长的时间，所以一定会落款。它东西做好就是等待了，有缘人。日本的市場呢，不單是中國的市場，所以而家中國有辦一個周恩來試驗者，日本人呢哦，太爽沙哦，輸到中國啊啲，冇到台灣買起的。到民國57年、58年，呢度生產站呢要做看破嘅。就專業，就去到配備做嘅。到到民國61年、62年嗰呢哦，石油危機啊，我加出去都動過就炒嘅。我起嚟就平常，加1公斤起嚟呢哦，起到差唔多1000元啦。所以生產站加唔是很固定嘅，也都是請多陣咯。他特别带经济市场，他呢，好，他1吨就吨到10多20吨了呢。他一年虽然台湾是世界生产起来呢，都是个第2多的，最多的是中国的。刚刚一年做8多吨。如果高回事没有，就日本那讲哦，如果种伊，当伊天数种上诶，伊离啊家来去上诶1吨啊2吨，伊年家讲当好上诶哦，再转来。就是上面也就改变了。就山东多啊，家私从950万元开始买，年初噶买到年米是到130元、120元的呢。刚来都要做多啊，赚多起的多啊，就家私差很多啊，就了得清多钱啊。60米元有赚多少钱呢？就讲安尼了得。一次做呢。做到很多，97年都是扮演他哦，就像老讲过种树的啦，基本讲在造地啊、春秋草的啦，加差唔多种有20家，又到民国75年，台湾就开放讲要转移种加工去呢哦，探亲啊，就开放了呢哦，工厂晒去太热的，烧料烧的啊，
加个也个很多碗呢，都死也没就渐渐的没了，7年没开始给它没了。不过民国75年呢，个8月20日啦，发生个维恩台风呢，啊个条新种个汽车呢，个20甲汽车啊，连7个条个条车分封盘的了呢，加投资得几千万呢，伊安富丁丁吼，出得嘞。另外加动车呢，这个5、6公斤，一山腰做30分50年的个些，大做风起来，4、5点的风起来，嘛都去搅起来，搅好了去查货的话呢吼，用查货查载过去，热下来，得个欧巴桑5、6、30来7辆，你带去工厂去，它10多个100公斤输起来，我国身体唔会做啊。这样啊，撑过来之后，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那些哦，就会比较成熟。所以你冇经过安尼打击了吼，冇经过安尼洗练了吼，你的看法就没有办法成熟。開始啦嚇，そうですね。これを聞いても駅を取る時の豆腐ですね。豆腐ですね。ヨーロッパとアメリカ。像这边走，可以沉思很多东西啊，又吸收这些，像这样找来就是芬多精啊。过很爱种漆的，我也去漆的。哦，也全部漆的啊。因为下个历史呢，哈，是台湾的起的这历史呢，前差不多400、200年前，啊，是东行用的，啊，日本时代家就已经东繁用了，就是说，甚至于清朝家呢，哈，给大陆人啊移民到台湾的时间呢，哈，比如说老家己嘅大陆家乡的做起的技术业的，所以应用到台湾的家具啦，哈，个寺庙啊都去装的，所以我就本人了解讲呢，哈，也个很多起的历史都伫应用台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就安尼啦。台湾历史的搞得好些，哦，不过也有很多漆的个制作的方式，哦，做漆器的方面用来做，哦，我本人一看最有兴趣的。你漆器的东西哦，丢掉不会造成化学污染，化学气你丢掉还是有铅的对人体伤害很大。但是这个东西比较贵，所以一般人讲究又要便宜又要快的，就是化学气嘛。那比较讲究的就是天然气，但是天然气没有几个肯用天然气跟你实实在在做。这个社会讲究的速度嘛，哦，所以慢慢这个气就被淘汰了。所以这天然气的名字呢以后就变成一个名词，只能讲不会用的那种叫名词。有发芽，有发芽。哦，有发芽呀，那个。就生起来又种啊！哦，有按头啊！呀。我想住在这边，不要大，就像粉朗地的青土啊，在这边种一些菜，种得会起来。这个是来吃自己用，我这是未来的希望。活到80岁哦，现在还有10几年的时间还可以活，再就20年可以活。我这是国家全台湾省国旗的最老的，哦，70几岁还在国旗。你要
最困难就讲哦，目前啊，好像目前你经营也个呢，像係得要冇數門票啊，哦，然後來多時間呢哦，那提技術啊，所以那個文化留下來呢哦，你所以發育的精神。一般來講啦，一國家嚟做餐桌，但是國家呢哦，裡面冇了解那個窗光嘅。也個我哋說的呢哦，台灣就靠唔到那個起嚟嘅事。你看唔到人家生嘢嘛？也看唔到人家生嘢嘛，錯。